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甲人洗厝换便所门，搁来施压嘅，这个费用厝骹敢爱倒出嚟？有人伫桃园来洗厝，发现这个便所门是旧空生菇，就请厝头家爱处理，结果收到报价单34000块，厝头家叫伊嘛爱做伙出，伊实在唔知影讲这到底是倒一条道理。啊，这房仲的业者，也就是买卖厝的中人讲，这爱看这个损害是安怎造成的。若是厝骹共创害去，就是厝骹爱来负责；若是自然结构的损害，就厝主爱来处理咯。也毋过这个话佫讲倒转来，换一个便所门，佫加一个门厅，就要34000，敢袂伤贵？莫非这是桃园的行情价？水电行的头家讲吼，这看起来上俗哦，大约2万块应该就做会起来。富乐境外塑胶门厅生菇，若生菇佮就起，桃园道民众租厝拄到这款代志，请厝头家来处理，收到报价34000，网友就质疑介绍伤过贵，敢讲是桃园的行情。有网友讲这介绍根本是乌白咧画，无人提出规种娃娃介绍无这么悬，有人来列出这千元的介绍，认为这报价来照补。来看专业的师傅安怎讲？连工带料。最经济实惠，预估是2万块上下，当然要3万多块，可能就是材质的问题。如果3、4万、4、5万都有可能。若是规室门换掉，还佫甲有的泰鲁卡吊电打，不过这费用敢是厝卡伫咧负担？人为操纵不当，就是房客要处理；如果是自然折旧损坏，那就是房东要处理。因为租金里面本来就已经内含房屋里面所有家具、家电、屋况的保养、维修跟更换。重点伫咧这门到底是安怎害的？不过厝中人嘛提醒。这不是单方面讲的准算，爱找专业的师傅来判断，才袂开了钱，才发现根本不是家己的责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